各位老友記，今日呢一集我開頭就要問你一條問題：藉你屋企、藉你身邊嘅親戚朋友當中，有冇人日日一開口就講一低聽、落好順耳、好貼心、好溫柔嘅說話？我今日一坐低就同你講清楚，真正想暗中害你覺低人，佢哋無謂拎住把刀走過嚟問你，佢哋無謂擺埋一副兇神惡煞嘅臉，佢哋只為坐喺你身邊，忍住你煲嘅老火湯，一邊笑一邊同你講一低你聽左為遠嘅話，話呢低話一講出口，其實就已經露晒馬腳，只不過你聽無出。你信咗你嘅退休金，你供咗幾十年嘅樓，你留咗一世人嘅棺材本，甚至你晚年最後裹低尊嚴，就為一單一單俾人食到清光。蘇師傅遞人幾十年遞通遞透一件事，害你嗰個人一定為出信號，而信號就細佢平時掛直嘴邊嗰幾句說話。今日我一次過同你講清楚，有5句要命嘅講話，一講出口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。呢5句句句要命呢，千祈無好走開。聽完呢集可能救翻你下半世人。我呢大半世人坐職呢張台後面遞人，見過真世太多。有做工程嘅大老闆，有街市擺檔嘅阿姐，有退咗休嘅老公唔遠，有孤家寡人嘅獨居長者。佢哋一坐低，好多時眼絲絲唉聲嘆氣話：師傅啊，我點解咁蠢？我一世人都咁精明，點解到咗60幾70歲，為俾自己至親變到冚家產？我一次又一次同隨地講：你唔細蠢，你只係太重感情而害你假低人。隨地熟悉你嘅弱點，隨地知道你聽滅慧軟，所以佢哋無使動粗，佢哋只需要日日對住你講幾句軟話，就可以將你嘅一切偷走。各位老友記，你千祈無好以為惡人一定細，惡形惡相，好人一定細，笑口常開。人到晚年，你為慢慢發現，世界上最兇嘅人，往往笑得最甜。真正想從你身上攞一個過渠絕對，無謂擺個張臭臉出嚟。佢為日日打電話問候你，為逢年過節送低手信，為拍住你嘅膊頭叫你一聲阿叔、阿伯、阿姨、阿姐，你以為隨真心，其實隨直到部署。而佢落手之前一定為出限信號，就係我而家要講嘅5句說話。你只要時聽，你就分得出邊個係真心，邊個係毒藥。好，我哋開始。第一句要命嘅話，話聽落最感人，但細傷你最深。呢句就係我都細毀你好。老友記，你千祈無好以為講呢句嘅人就一定細毀你好。我坐咗幾十年遞過無數個案，凡係一個人成日講呢6個字掛直嘴邊嘅，佢往往就係要控制你嘅人。我講翻一個真實見過嘅案例。庇理亭有個陳婆婆72歲退咗休，有2個鋪收租，一個月租金加落嚟成3萬幾。佢個女30幾歲，離咗婚代，住個外孫返嚟，同陳婆婆一起住。陳婆婆疼個女，疼到心口都痛，任由佢住，任由佢用。有一日個女走過嚟同阿媽講：阿媽，我替你打理低租客都好辛苦啦，收租又要跑，租客走術又要嘈，你都成70幾歲人啦，唔好搞咁多嘢啦，我幫你打理啦，你等收錢就得，我都細為你好。陳婆婆聽落好感動，覺得個女終於是審嘢，就將2個租客所有，亦包括收租嘅銀行戶口都閉個女管。過咗幾個月，個女再入一步：啊媽，你都咁大年紀，如果有咩事，2個泡契業全都值你個名度都幾麻煩，不如轉去我個名度。你放心啦，我典為無幣錢你使啊，我都細位你好。陳婆婆審都冇審，簽咗轉命紙。再過咗1年，個女帶咗個新男朋友返嚟，個男朋友要買生意，個女話：阿媽，我用2個鋪做抵押借俾錢先，過2年轉到就一定係，你唔好審咁多啦，我都細位你好。而家陳婆婆2個鋪押晒出去，男朋友生意做失敗，租金要幫手供樓取自己，每個月得返幾千蚊生活費。陳婆婆坐直我面前眼絲絲：師傅啊，除挖位我好點解？除挖得越大聲我就越慘啦。各位聽真，低凡細，一個人拎住毀你好呢3個字，要求你交出錢、交出屋、交出簽名，佢背後想要嘅
多數無勢為你好，勢為佢自己好。真正為你好嘅人為尊重你嘅選擇，就算佢有意見，佢為提，但佢無謂逼你嗰個一定無勢真心。所以老友記，你要死死記住，以後無論勢邊個仔女又好，兄弟姊妹又好，老朋友又好，如果何一開口就勢，我都勢為你好，跟住就要你交出錢、交出屋、交出簽名，你即刻同我坐直腰，笑住間答佢一句多謝你為我好，不過呢件事我要審清楚先。記住，你嘅錢、你嘅樓、你嘅簽名，全世界只有你自己可以話事。真正嘅愛從來無謂拎住為你好三個字去攞你嘅財產。第二句你要提防嘅話勢一家人講滅見外啊，講間多錢字傷感情啦。呢句勢最陰險嘅一句，因為除利用你重感情呢個弱點。我同你講，凡係一個親戚問你，即係日一開口就勢呢句嘅，你要打醒精神，因為除已經預咗無鞋，你除預咗用親情做盾牌，令你將來冇面開口追。我是得一個李伯，今年68歲，做咗成世，木工退休，有俾幾10萬積蓄。李伯有個親細佬，做生意屢戰屢敗。有一日，細佬走嚟話講：我有單生意好搞差，30萬周轉。你都知我啦，親兄弟，我是無謂壓你嘅，過幾個月一定係。一家人講滅見外啊，寫滅借據啦，講咁多利息傷感情啦。李伯心軟啦，成世人得啦，一個弟弟就光30萬弊咗佢，冇借據冇利息，一句話。3個月過去，李伯冇開口，半年過去，渠人胡住問細佬，即刻話：阿哥，你點為降計叫企？我近排都幾難啦，你都知啦，一家人嘅亦都慢慢再算啦。李伯覺得個弟弟講得都嚴，就無敢再追。1年過去，2年過去，有一日李伯身體出咗事，要做手術等錢用，佢開口問細佬要反果30萬，細佬即刻反面：阿哥，你細咪無認我做細佬啊？我住嘅屋供緊樓，我低細路要學費，你都降大方，一時三刻要我抖30萬出嚟，你當我開銀行啊？當初都細你話無事寫日噶嘛？李伯坐即我面前，眼絲絲間講：師傅，我養咗佢，細個嗰陣一手湊大佢，點解而家連我提翻自己低血汗錢都騙咗細？我對無住佢。各位老友記，你要死死記住呢個道理，越親嘅人越要講明白。越細話一家人講滅見外，嗰個佢就越無。當你勢一家人，真正嘅親情勢無謂怕講清楚前嘅。你借幾多幾時係寫張紙簽個名呢？低無勢傷感情呢？低勢保護感情，而拒絕做呢？低亦都個人。咁由一開始呢，就冇打算要害你，以後再有下一次親戚朋友一開口就拎一家人嚟呃你。你答除一句，正正因為勢一家人，我先唔想我哋將來因為錢傷感情，所以今日就要寫清楚。佢一聽就掉頭走，你就千翻一比，佢肯繼續同你講，願意千字間就好，因為肯落比嗰個先至係真心。親情要長久，界限一定要有。第3句要命嘅說話係，當你身邊嘅人成日拍晒心口同你講，你放心啦，一切包喺我身上，我一定照顧你到老。我一聽到有人講呢句，我就皺一皺眉。點解？因為真正為照顧你嘅人，佢無謂拍心口，佢為默默去做。凡事一開口就將自己講到好偉大，話包晒你所有日為，你養老送終嗰個，你要200%提高警覺。我第二個一個案啦，係一個獨居嘅陳伯，冇仔冇女，65歲時老婆走咗之後，獨自一個，有個侄仔，即係陳伯個哥哥嘅仔，成日走嚟探隨代低送嚟同隨清計，清咗2、3年，陳伯覺得呢個侄仔真係好細佢晚年最大安慰。有一日侄仔同陳伯講：阿叔，你冇仔冇女，將來身體渣咗點算啊？你放心啦，我就當你細我第2個老豆，你邊日入院邊日走咗，我一定包晒。你屋企低亦多，都俾我無到心機，不如過戶到我個名下，你安心啦，你放心啦，包在我身上。陳伯感動到眼絲絲。1個星期後，
就光個屋幾十萬存款加埋一份人壽保險嘅受益人，全部轉去侄仔個名。頭3個月侄仔對渠真細好，第4個月開始侄仔叫渠遷低市，第6個月侄仔叫渠搬去老人院，話個屋要放租先夠支出。陳伯話無想去侄仔大晒生，當初你自己弊我噶嘛，而家點做細我嘅事？陳伯終於明白，一切都遲啦，個屋戶籍除名下，前戶籍除戶口，連保險受益人都改咗，佢就算去告都難以贏。各位老友記，聽我一句忠告，世界上最靠唔住嘅，亦得細一個健康人講將來為照顧你，因為將來太遠，變化太多。今日答應你嘅人，聽日發生咩事你都無知，可能佢自己都出咗事，可能佢老婆無備，可能佢仔女要錢。凡事一個人未做，就先講到自己好偉大，話包晒你，話為照顧你到老，你要死死記住，渠世要你先付出低翼，你付出咗，主動權就直渠手上，渠想幾時對你好，對你幾好，變成細渠揀。你嘅一切一旦交晒出去，你就冇晒選擇權。真正照顧你嘅人，渠無謂叫你交出滅，相反渠為叫你留返低幣自己傍身，話阿叔你留低值自己度先，等我嚟遞你就得。呢種人先係好人，冇期望先冇失望，晚年靠得住嘅只有你手上仲揸住急低。第4句你要學時分辨㗎嘛，話細你無好審咁多啦，你細米疑心太重啊，你老啦個老細米無好使啊。各位老友記，人到晚年你嘅直絕其時比後生更加準，因為你經歷得多，你食過嘅鹽比佢哋食過嘅飯仲多，你心入邊覺得無妥嘅時候，8、9成細真細無妥，但細害你覺低人，最終意用一句說話去打散你嘅直絕，就細叫你胡好審降多，話你老糊塗。我見過一個巫婆婆70歲住直個大仔屋企，有一日渠發現場頭櫃桶入邊個低首飾一條金鏈同一支玉鐲不翼而飛，巫婆婆冇即刻鬧，仔細清清問下個新抱，個新抱即刻反晒面，阿嫲你無好審咁多啦，我點會拎你低多啊？你細咪疑心太重啊，你細咪覺得我對你無好啊？講到最後個新抱喊，個大仔翻嚟聽到即刻怪翻自己阿嫲，阿嫲你無好懷疑人啊，你老啦，個老細咪無好使啊，你細咪都要遞下一生啊！巫婆婆嗰刻真係被震住，開始懷疑自己，可能我真係計錯，就算冇計錯，佢都無敢再提。過咗3個月，佢發現連銀行存摺入邊嗰筆退休金都少咗成幾碗，佢冇再問，因為佢知一問又細，你無好審咁多啦。巫婆婆最後索性搬咗出去自己住，寧願孤獨都無想再俾人降樣對。各位老友記住呢個真相，一個心理冇鬼嘅人，你懷疑徐為平心靜氣同你講清楚，為幫你問，只有心理有鬼，嗰個先為反晒面，先為話你疑心太重，先為話你老糊塗，先為叫你唔好審降多，因為佢要打散你嘅信心，令你懷疑自己嘅判斷，呢種係最惡毒嘅心理操縱。你信咗，你就冇晒立場。以後你身邊嘅人一開口就話你老糊塗，你審多咗，你疑心太重，你千祈唔好即刻自我懷疑，你只需要平心靜氣笑一笑，答除一句我唔係懷疑你，我只係想搞清楚，祝大家都安心。對方一聽就知你無世間而呃㗎，而且我建議你即刻做2件事：第一，該換嘅密碼即刻換；第二，銀行存摺、樓契、身份證、印章全部收埋去一個只有你自己知嘅地方。凡事開口叫你無好審降多嘅，你就要多審2、3倍。年計大無等於個老快，你嘅直覺就係你晚年最長嘅保護符。最後一句亦係最要命嘅一句，就係當你身邊嘅啦。人成日對你講，你都咁大年紀啦，仲要咁多錢做搣？呢句一講出口，佢已經瞄咗你袋入邊嗰筆錢好耐。蘇師傅坐咗直咧將台幾10年，可以斷言真正犀利嘅人，佢絕對無謂叫你嘔錢出嚟，相反佢為叫你留翻多低幣自己傍身。凡事一開口就話你老啦，無史錢嗰就細想你袋入邊嗰筆錢。
我時得一個張伯退咗休，有400碗楚速細渠做咗成世工楚返嚟嘅棺材本。張伯有2仔1女，細仔最西渠，成日返嚟探。有一次，細仔陪張伯食飯，隨口講：爸，你都降大年紀啦，仲揸住降多錢做滅啊？而家又病又冇滅，日使投錢值銀行，擺又冇利息，不如分咗幣我哋3個我哋幫你打理啦。你有滅事，我哋一定第一個返嚟嘅。張伯聽落覺得都有道理。3個月後，渠分咗300碗幣，3個仔女自己留返100碗。頭半年，仔女個個叫渠去食飯，個個送禮物。過咗1年，冷淡咗。過咗2年，渠好少見到佢哋。有一次，張伯病咗入院，做心臟手術要30碗，渠自己剩返各100碗，其時夠。但細渠想識一識仔女，渠打電話俾3個仔女，話我要做手術，你哋可唔可以幫下手？3個都話近排手緊，愛莫能助。張伯自己俾晒出咗院之後，渠坐職我面前講：師傅，我以為份咗錢幣隨啲，佢哋為更加西我，點知反過嚟佢哋覺得已經攞晒，冇必要再對我間好。各位老友記，你要牢牢記住，仔女值你身邊嘅時候，你袋入邊嗰筆前世最重要嘅籌碼，唔係話你無西仔女，係話咧俾前世你嘅底氣。你揸住錢，仔女為叫你食飯，你冇晒錢，你叫食飯都冇人應。人性就世間殘忍，無理你信無信，事事就世間。以後有人問你有幾多積蓄，你笑住答佢一句都細然然夠使啦。有人叫你分錢幣佢哋幫你打理，你答佢多謝你關心，不過我自己揸住慣咗。有人話你老啦，無使錢，你答佢越老先越使錢。第一生請人照顧，住老人院，樣樣都要錢。我留住呢筆，先至細騰你哋，無使你哋剛來委我出。講完呢句，對方多述講磨到落去，錢值自己手，先有真正嘅安全感。你袋入邊各筆錢，就係你晚年最有力嘅一把生。好，講到呢度5句要命嘅說話，蘇師傅一次過同大家講完，我再幫大家回顧一次。你停真低。第一句，我都細為你好，想控制你嘅人先為降講。第二句，一家人講滅見外，想借你錢無鞋嘅人先為降講。第三句，你放心啦，包喺我身上，想落你錢財契人先為拍心口。第四句，你無好審咁多啦，想欺負你嘅人先為叫你收生。第5句，你都幹大年紀，仲要幹多錢做滅，想食你身家嘅人先為叫你分錢啊！各位老友記住呢5句。以後身邊邊過一開口誓，其中1句你就要打醒精神。呢個世界無勢話全部親戚都想害你，無勢話仔女都無孝順，無勢要你變成一個對邊個都無信嘅苦瓜佬。而勢話人性有陰暗面，尤其世俗利益面前，你時得分辨，時得保護自己，你就可以活得清靜。無謂晚年先俾人食清光。人到晚年真正契福氣，無勢屋企有幾多人，無勢銀行有幾多零，而勢你時得第人，時得守住自己嘅底，限時得對無言契人講一個字無。我而家想問下大家，呢5句話入邊，你聽過邊一句最多值你身邊？有冇邊個成日講其中一句？隻細邊個講吉震？你細滅感受？歡迎你直留言，屈同我講你嘅故事。我為親自遞每一條留言。如果你解得今日呢一集講中咗，你心入邊壓咗好耐嘅，又解得對你或者對你身邊嘅老友有幫助，麻煩你分享俾多得人聽，將呢集影片轉發到你嘅家人群、老朋友群，可能就幫到人避開一場危機。將呢低說話早低避父母親戚老朋友聽清楚，好過將離眼絲絲阻直我面前。想繼續聽多啲關於晚年親情同人性嘅真相，記得訂閱我哋，開埋個小鈴鐺。以後我會繼續同大家講最時喺最通透佢道理，幫你避開晚年嘅低坑。祝各位老友記晚年活得清醒，活得通透，活得有尊嚴。錢值自己手，話事全值自己手，人生就贏翻一半。我哋下期節目再見。